dinri kando. Ya. Deni langa je serona sama lok. Ya kontna ma dinri kando marile. Oh ya. Tedo na sense na ke chidon dinja khala chindo tadon sama ke jigo re le lan tab de boyo. Le zima lengo mario le ngoma lengo re. 因为我们的藏语不一样，那边是阿普嘛。哦，那你也是藏族？是那个木里藏族自己写，对。他给搞嘛的嘞，给搞的，他到哪了呢？啊，搞的这个，看哎，去卡巴的那样这个有。蓝牙哦，有抖音。蓝牙哎。呀，当不太懂的几个人，你懂了呀？这牙学的，看个家的人，你懂了呀？牙学怎么个？你懂啊？这是的，是这么呀，看这里的，看呀这家的。呀，你看当不蓝山呀？你懂了牙学，没懂你懂了呀？呀，多少多？哦。啊，直接清唱吗？就得那个的联系。都可以，英文歌、蒙古族的歌、藏歌都可以。他看个你们给他进了有的，可以有的。那唱个藏歌。我来。可以，那先唱个藏歌。对，人多啊，我嘞，人不把人多呀，开给弄这个嘛的吧，真是人多啊，我嘞，呀，你当不太懂的，告诉人的么着，你懂看了就检查的嘞，什么懂了呀？呀，晓得当不太懂呢，甚至那个他妈的个几个人来呢，么着什么懂了，几个来没人都那么人个当不几个人来，而且空卡巴人多。这样的呀，你得这个伴奏。哦，伴奏吗？你有的话也可以，没有也没关系。那先。耳机吗？如果的话也可以伴奏，没有耳机就不。耳机没拿吧？没拿。那先直接唱嘛。对，先直接唱一下，这手机放着。看吧，等咋什么的呢？空的呢，给你送的呀。对。空嘛，俺在那加油，这样嘿。哦呀，当不起那把咱们给太多那些那给咱们给几个人来票，有个人给咱们给他们人拿票的，哦嘞，咱们给他们人哦嘞，赶紧去呀。就送爱个为了木西吉呀拉东部呀，小那呀陪着林吉迪吉呀拉扎瓦子，是这样吗？呀，给你们都他得苏北给讲的蒙古歌。蒙古歌。对。蒙古歌那个太小声了，唱个英文歌吧，可以吗？先唱个蒙古歌吧。蒙古歌。对。点歌吗？对。好吧。给你不的可能不是，呀，他引起给了这两个多啊，引起了两个了。
这所有的吧。有点。哦，这所有那天天干那就要嘛的，我那干来呀，走路，这就嘛的，怎么清桑几把的哇？哦呀。唱一首爵士吧。可以。Look at me, I am helpless as a kitten up a tree, and I feel like I'm planted to a cloud. I can't understand, I get misty, just holding your hand. Walk my way, and the sounds and violins begin to play, or it might be the sound of your hello. The music I hear, I get misty the moment you're near. Go mate, chamanda. Okay. Yes, thank you, sir. Kabata Gudale. Kabana Sensina King, Samdon Yemechindoa. Tedon the Murray Tambo Jigo Lepta. Tedon the Jigo Lemenu Dona Murray Tambo Jigo Reinda. Oh, yeah. Chichumare. Ta Yum Chung Zango. 唱歌吗？好吧，我唱个蒙巴族的那个歌可以吗？可以。我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因为我们的那个说的藏语不一样，但是我也是藏族。这肉林汤是北关尼话的，你就要哭死，别不扎西拉姆买，阿嘎算点不木里藏的，那个电话那边你这平面一点当说。ये जितना हो सके ना पता लगे या हो या सुलाता ये नंपा चलाते सो कोया लाई थल्ला नम चुसो वाले सो ओ सुलाता他浪潮着热的杨家岭再来一首让别人唱吧。别人唱哎，你先你指我一个人唱，我也不好意思。没事，这个没事苏布勒，他的了苏布勒的这两首几首。英文歌吗？不是，蒙古歌。蒙古歌啊。对，刚刚那个特别好听。好，那我刚刚那个有汉语版的，我唱一段吧，可以吗？汉语不是你唱个那个蒙语嘛？刚刚那个。好吧。主要那个很小声，听得到吗？那你先唱个那个汉语版吧。
看一下，好吧。在那风吹的草原，有我心上的人。风啊，你轻轻吹，听它忧伤的歌。月亮啊，你照亮了它；火光啊，你温暖它。啊，唱完了。唱完了。可以，太好听了，是吧？差点睡着了这个。耶，得了，搁这领个的，啊，可能把这些介绍。唱个藏歌说。藏歌吗？对。刚刚那个不是吗？啊，再来一首是吧？对。你来讲一下。哦，你不行。俺们先。还有什么藏歌？还有很多藏歌嘛。想一想啊。高音的有没有？唱2句我们墓里的那个。可以，没问题。汉语的行吗？必须是藏文的是吗？都行，随便吧。哦，随便吧。那我唱一首墓里的歌吧。贡嘎山下呀，龙江边，金山绿水，绿水青山，茂密的森林像绿色的绒毯，羊群就像云朵游动在山间。嗦呀啦哩嗦，嗦呀啦哩嗦，我们可爱的家乡，幸福的摇篮。嗦呀啦哩嗦，嗦呀啦嗦呀啦嗦。谢谢。OK 了吧？宁波都是，他乐呀，啊，空的，也空的那也听得见啊，这是，不了打动这浪那是，啊，再唱一首藏语歌是吗？啊，非常一点当火着的。对，刚用藏语。用藏语吗？对，你们那边的方言。那唱2句吧，好吧？可以。木里拉卡日多尼玛夏说，哈罗索日多尼玛木里拉卡着说，哈罗索。看日多尼玛呀哟，真的没有了。哦，给你播的，他们去拿着去参嘛给。哦呀。呀，对，家人，俺两个是叫家等着接的，家人真多就等娘着接，等你去嘛加油啊！哦呀，各自人啊，个人去啊！哦呀，他空。